1988年7月16日，台北淡水线停驶头一天，最后的火车顺利。铁路局有开一台加挂10车厢的火车，差不多拢客满，解说员的沿路解说。这个活动结束后，台北淡水线将不再载客，加春货运火车2个月后，铁桥路拢拆除，把淡线变成历史名词。1990年7月10日，陆海空全国联合緝私行动展开，因为渔船走私情形真严重。伫迄一天的海陆空联合緝私行动，海关派出所有的緝私艇，加强对外海巡逻，好渔船唔敢乌白来。1992年7月10日，立法院透明审查两岸关系条例，验过第77条，民进党团反对和共产党会使申报入境退色抗议，最后依然是三读通过。经过1年半4会期，两岸关系条例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通过了后，两岸人民的往来正式纳入法律的规范。